咱伫非洲的友邦施瓦蒂尼王国的外交部长戴博里访问台湾，副总统赖清德透早接见，感谢施瓦蒂尼过去常常支持台湾，为咱出声。戴博里嘛恭喜赖清德当选总统，佮讲施瓦蒂尼会参加5月20总统的就职典礼。阿秋第二，副总统甲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初一接见施瓦蒂尼王国外交甲国际合作部长戴博里甲伊的翁婿。大使建交55周年，施瓦蒂尼去年组成新政府，戴博里是新政府头一个访台的内阁部长，真有正面的意义。赖清德感谢施瓦蒂尼伫国际场合真侪解为台湾强烈发声，显示大使关系真稳固。戴博里是当面祝福赖清德当选总统。不仅是国际合作的好伙伴，更是情同手足的一家人。本人为两国长久深厚的情谊感到自豪，也深信两国双边关系在我们共同努力之下，将持续深化紧密。This is the end result of an election that was tightly but fairly contested, and the ruling party secured a third consecutive term. Congratulations, President-elect. 戴博里讲，施瓦蒂尼绝对会缺席520总统就职典礼，也会持续协助台湾争取国际认同。戴博里即届要甲外交部长吴钊燮共同签署两国外长联合声明，搁再声明大使两国坚实的邦谊。针对中国打压咱外交，南太平洋友邦图瓦卢要组成新政府，敢会影响台土邦交？前图瓦卢总理索本加，也有现任图瓦卢总理纳塔诺，拢搁再声明挺台湾甲图瓦卢邦交的立场。土国总理和相关政要的发言，已经呼应了外交部先前的说明。大部分的国会议员当选人都与我方互动频繁，立场友善，并且支持维护两国邦谊。针对纳塔诺表示，大部分新科国会议员支持甲咱的关系，外交部是回应，代表大部分国会议员拢关心维护两国邦谊，也会持续关心图瓦卢选后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